土壤混凝土道路鋪面工程本翻譯由高等院校委託，並得到咗國家資源公司嘅大力支持。南澳洲道路網絡橫跨全國，服務不斷擴大嘅居民點呢啲地方對運輸需求持續增加。鄉村道路、國家嘅交通幹道、當地嘅交通道路、城市街道、呢啲道路有幾種唔同嘅建造方法，可以用天然碎石、碎石料、混凝土、亦可以用土壤混凝土、普通泥土加埋波特蘭水泥強化，用嚟鋪設承受高交通流量嘅路面，係一個有效又唔貴嘅解決方法，可以應付而家公路工程師設計道路時遇到咗好多問題。土壤混凝土主要由泥土組成，佔成分唔少過95%，加埋波特蘭水泥。波特蘭水泥嘅用量要視乎條路段嘅設計要求，同埋用咩穩定劑添加劑。水係用咗令水泥嘅混合物入邊水化，同時都可以幫助泥土壓實到最密。混合嘅時候，泥土、水泥同水會變成一種好稠密嘅糊狀混合物，準備好嚟做結構層同壓實。之後呢個混合物會變硬，強度提升，唔會再流出個煲，最後就會變成可以抗拒嘅土壤混凝土。喺乾燥環境下，壓實得好嘅泥土已經可以用嚟做路面結構。不過大部分泥土都會被水滲入，導致失去穩定性。喺受壓之下，路面會變形，仲有機會損壞。換句話講，泥土會變得有彈性，失去原本嘅強度。要解決呢個問題，可以喺泥土入邊加水泥。水泥會將所有泥土粒子黐埋一齊，令材料有結構性嘅強度。水分滲入泥土混凝土結構層嘅情況好輕微，所以佢無論咩環境都可以保持強度同穩定性。泥土混凝土係一種半硬性材料，壓縮強度好高，可以承受好大嘅軸向壓力都唔會變形。同時，因為佢有好高嘅抗彎強度，所以對行嘅中車輛帶嚟嘅動態負荷都有好好嘅抵抗力。為咗判斷泥土適唔適合用嚟做結構層，會喺興建緊嘅道路用地範圍內定時定點嘅抽取樣本。如果用外來泥土或者專用泥土採石場嘅泥，都一樣要定期對樣本做系統性分析。喺實驗室入邊，樣本會做幾個測試，去配好泥土混凝土嘅成分，揾出最適合嘅水泥同水棒比例，咁樣先可以整到有所需物理同機械性能嘅泥土混凝土。配泥土混凝土成分嘅時候，第一步就係要用標準壓實法，揾出泥土嘅最佳含水量時嘅最大密度。為咗做呢個測試，佢哋試嘅泥土樣本會放入空箱，焗到接近風乾狀態。
樣本焗乾之後，溫度唔高過攝氏100度，就要將泥土入邊嘅大粒塊壓碎。之後就會睇出指定重量嘅泥土。佢好嘅泥土樣本會放入金屬碗入邊做測試。根據所需嘅土壤混凝土強度特性，加入適量嘅水泥，計算需要加幾多水，令佢出嚟嘅泥土樣本達到第一次測試所需嘅喺度。將計算好嘅水分幾次加入泥土樣本入邊，每次都用金屬刮刀攪勻泥土。為咗測定泥土嘅最大密度同最佳喺度，會將要測試嘅泥土樣本分層裝入專用模具，再進行壓實。壓實之後會拆除土筒，然後將凸起嘅泥土切平，令佢同模具邊緣齊平。將裝有壓實泥土嘅圓柱形模具部分稱重，然後計算泥土骨架嘅密度。將壓實佢嘅泥土樣本由圓柱形模具部分取出，並且喺樣本中間部分抽取樣本，用嚟測定泥土嘅含水量。繪製乾泥土密度隨喺度變化嘅關係圖。根據圖表上最高點，對於黏性泥土可以揾到最大密度同對應嘅最佳嘅度值。為咗揾到最佳劑量，會準備幾款唔同配方嘅混合物，當中穩定劑同水泥嘅含量會有所變化，每次變化都會有一定嘅步幅。用呢啲混合物通過壓實方法製作圓柱形樣本，壓實到之前確定喺最佳喺度下嘅最大密度。做出嚟嘅樣本會用密封包裝保存7日，經過指定嘅養護期之後，會攞出樣本，然後用液壓壓力機測試佢哋嘅抗壓強度極限。呢啲測試結果可以確定需要幾多水泥先可以達到指定嘅強度參數。實際上，土質混凝土嘅強度特性係計算成條路面結構嘅基礎。如果話土壤強度比較低，可能代表原本嘅土壤裏邊含有各種不同嘅雜質，進而會阻礙水泥嘅水化過程。加固土壤嘅時候，一定要研究原本土壤嘅物理同機械特性。首先要將土壤嘅大塊物料打碎。第一步就係通過分析粒徑分布，研究原本土壤嘅粒粒組成。用細分法將土壤分成唔同粒徑，就要用唔同孔徑嘅篩子。每個篩子上面剩低嘅土壤都要稱重，最細粒徑嗰啲土壤分布就用比重計法嘅測定。為佢咁做，要將殘留物加水，用高速攪拌機混合。根據每次用比重計量度嘅數據，
要用專用公式計算土壤總含量，之後再用大減細嘅方法，逐步計算出每個粒徑級別嘅百分比含量。分析結果要記錄喺日誌入邊，仲要畫出土壤粒徑分佈百分比嘅細分曲線圖。下一個重要嘅土壤特性就係可塑性。呢個特性用可塑性指數嘅表示，即係液限含水量同素限含水量之間嘅差值。為咗測試，會將土壤壓碎再加水，整成糊狀混合物。土壤嘅液限時嘅含水量就係達到液限狀態嘅含水量。當土壤糊狀物兩邊相距1啲米，經過25次敲打之後，邊緣就會黐埋一齊。呢個數值係透過畫出土壤嘅震動台上敲打次數同含水量嘅關係圖嘅確定嘅。素限含水量就係指土壤失去可塑性變成硬狀態時嘅含水量。素限含水量係透過將土壤搓成條狀嘅測定嘅。當用嘅土搓成條狀，喺搓嘅過程中慢慢乾，條狀土開始斷成一啲米長嘅細段，就代表達到呢個狀態。線性收縮係土壤嘅第三個特性。土壤收縮指嘅係土壤嘅水分蒸發時體積會縮細嘅能力。將土壤同一定量嘅水混合，然後用呢個混合物填滿專用模具，之後將土壤烘乾到質量不再改變，再測量佢嘅收縮量。喺測定完原始土壤嘅物理同力學特性之後，就要評估唔同添加劑同水泥對加固土壤性質嘅影響。為咗做到呢點，會將土壤同少量水泥，有時會加埋穩定劑混合，再加水，整成樣本，然後擺7日。之後將樣本打碎、磨細，再測定佢哋嘅變化。以上所講嘅特性係針對每種含有唔同水泥或者添加劑比例嘅土壤配方。就算只加少少水泥入原始土壤，都可以明顯改善佢嘅特性，令到佢達到鋪設道路結構層所需嘅高標準。結果都好清楚咁展示咗出嚟。結果清楚顯示，對於加咗黏結劑嘅土壤，隨住水泥含量增加，塑性極限會上升，而塑性指數就會下降。建造土壤混凝土道路，首先要用本地或者運嚟嘅土壤，整一個指定厚度同橫向斜度嘅基礎層。基礎層嘅高質量壓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工藝步驟。用咗鋪路嘅水泥，可以用貨車裝住喺袋入邊運到工地。喺水泥袋會跟住指定路線擺好，然後拆開之後，水泥會平均喺分布喺成個建緊嘅路段上面，方便之後同土壤混合。每個水泥袋之間嘅距離都係根據所需水泥含量同結構層厚度計算出嚟嘅。喺進行分派水泥嘅工作時，可以利用水泥運輸車配合機械分派器嚟高效咁完成任務。水泥會由水泥運輸車送入分派機。分派機沿住路面行駛嘅時候，會平均咗鋪一層水泥。水泥袋都可以用其他適合嘅機械方法嘅分派。水泥實布，咁樣可以大大加快進度，減少壞天氣嘅影響。水泥、泥土同水會用機械攪拌，部機會將混合物翻鬆、打碎同混合埋一齊，例如 pH 穩定劑。呢部係專用機器，可以一次過完成晒所有工序。
喺混合咗入邊，所有材料都會用有好多刀片嘅轉子徹底攪勻，喺刀片會將入邊嘅佢磨成一個均勻嘅混合物。所需份量嘅水會由行駛混合機前面嘅水車供應。如果有需要，仲可以加穩定劑。呢啲添加劑可以影響土壤混凝土系統嘅水分平衡。為咗達到最大密度，亦即最大強度，土壤混凝土要盡快壓實。喺混合之後，壓路機應該緊貼住混合機後面行。震動壓路機喺某啲類型嘅土壤做初步壓實時，證明咗非常有效。氣壓輪式壓路機通常係被用嚟做表面嘅最後壓實。壓實期間，結構層表面會用平地機整平，避免出現凹凸不平，因為佢之後可能會引致各種缺陷。同時，路面都會清理走嘅雜物。喺鋪設土壤混凝土層嘅過程中，土壤嘅喺度要保持嘅最佳比例，之後都要保持已鋪好層嘅喺度，直到佢被上層路面覆蓋為止。穩定化處理之後要灑水，咁樣可以防止路面乾裂。跟住會對土壤混凝土路面做最後修整，主要係為咗消除細微嘅不平位。之後會塗上一層傾清，呢層主要係用嚟保護土壤混凝土結構層，同時提升佢嘅使用性能。喺絕大部分嘅土壤混凝土路面施工中，通常都會加上呢種專用嘅隔離層。咁樣做係為咗更方便地鋪設後續嘅碎石面層。如果預計交通會好繁忙，可以喺最上層鋪一層傾清混凝土。除咗 PH 牌子嘅混合機之外，仲有其他用高速轉子嘅穩定化機械，用嘅鬆動、粉碎泥土同埋混合，同水泥一齊混合。混合用嘅水就係由行嘅混合機前面嘅水缸供應。路面縮刨機都係一種轉子機械，設計嘅可以喺路面上多次來回操作。交叉混合係必須嘅，咁樣先可以避免有啲地方嘅混合度，確保鋪設出嚟嘅層完全均勻。喺呢個工序期間，混合物嚟喺度就靠由水缸分配出嚟嘅水去保持。喺呢個情況下，為咗防止壓實表面出現凹凸不平，喺壓路機行過之前會先做鬆土。
專門設計嘅一次過完成成個穩定化過程嘅設備就叫做穩定化列車。佢可以做到粉碎、分配水泥、混合土壤、混凝土同埋壓實。呢個機械嘅第一個部分係水泥分配機，佢會根據實驗室計算出嚟嘅所需份量，平均佢將水泥分布喺要鋪設嘅層面上。以所用土壤為例，佢出口位轉子會將混合物鬆開、粉碎同埋攪拌。水就係由前面行緊嘅水缸供應過嚟。第二部機械就會對預先混合好嘅混合物進行壓實同碾壓。土壤混凝土混合物喺實驗室測試要定期進行，佢先可以完全確保達到所需嘅性能，而且鋪設好嘅道路結構層都要有足夠嘅強度同耐用性，要符合所有標準。水泥嘅用量可以通過抽樣嘅確定，喺鋪設現場抽取樣本。混合物樣本要喺攪拌機行過之後即刻抽取，呢個樣本用喺確定混合物入邊最佳嘅加水量，佢先可以保證最大密度。加水量嘅數值係需要使用專門嘅儀器，佢進行精確測定嘅。設計嘅土壤混凝土強度係通過研究現場鋪設混合物成型嘅土壤強度特性，並且喺設計年齡時進行測試嘅確定。經過壓實處理之後嘅結構層整體密度數值係需要通過直接抽取現場樣本，再送去實驗室進行詳細檢測嘅確定嘅。會量度結構層嘅厚度，而抽取出嚟嘅材料體積就係用已知密度嘅沙去填滿個窿嘅計算。用轉心機嘅完全整好嘅土壤混凝土結構層計出嚟嘅樣本會嚟去做研究。目的係要證明土壤混凝土混合料隨住時間會越嚟越堅固，而且強度儲備都會提升。咁樣就算車流量增加，條公路都可以保持承載能力。土壤混凝土路面嘅抗彎強度極限，係直接喺現場用長基底槓桿式彎曲儀通過靜態加載方法其測試出嚟嘅。用波特蘭水泥加固土壤嘅方法喺過去25年唔同類型嘅工程項目入邊都證明咗自己係有效嘅。設備嘅技術步驟已經提升到一個水平，
可以喺節省建造成本嘅同時，製造出高質素、結構性嘅層面。無論係日常運輸、各種貨物、繁忙嘅城市交通，定係現代化農業用途需要用到嘅道路，土壤混凝土路面都絕對係目前道路建設領域入邊一種非常之先進而且高效嘅環保材料。喺全國範圍內嘅各個唔同地區，土壤混凝土技術都可以持續提供非常之可靠而且堅固耐用嘅交通基礎設施，全面滿足到廣大市民日常道路交通嘅多樣化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套既經濟實惠、高品質且性能卓越，又只需要少量後期維護保養嘅道路系統。呢個唔單止能夠極大咁促進現時社會嘅繁榮穩定，更能夠深遠咁推動國家成個道路交通網絡喺未來嘅持續發展。